嘿，是你，我慢到嘞，快些，家好，我生意错唔错公差？冇要紧，听听来，我咪爭到聽聽。唔同做衛生物嘅，我掉咗地先點菜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安子姐，唔係，嘅人哋我來講，出以前來想一下人哋啲課堂上有學習到嘅傳統歷史。好啊。第一，我哋坐下來嘅時節，我先將傳經放到腳邊上。冇錯，三下呢，我記得做數拿插尾，整數拿到位。我對腦杯向定地杯就定順序來拿。用同詞有同嘅時節，我有一半也係三句二句。我注意唔好半湯流出來，行個連同嘅時節唔好按太生。冇錯，行個生牛排嘅時節，我切嘟好，唔好切太低。喺服務生嘅時節，用數簡單比下就好。行個啊，你吃飽嘅時節，我留呀插尾，還有刀尾，用啲盤嚟度5點鐘嘅方向，安尼就代表係吃飽咧。真嘅要動到地方要注意呢。冇錯，我做好一道傳統禮數，就做得本自家啲飯桌上行較有禮貌哦。冇錯。存點來咧？哦，按腳哦。哦，你看佢同我試咯。係啊。很期待誒。今半夜真嘅學習到動多呢，當感謝同我來食飯。唔是生意啦，其實咯，傳統禮數當神器哦，下禮拜人做得繼續來學習。嘅今半夜我請食飯，因為係我邀請來嘅啊。你咁好，一般都係誰來來解釋呢？有某一天我馬上來解釋，係好朋友。好啦，嘅下禮拜我來請。好啊，冇問題。好，我等我請哦。好。